这个宝贵的椅子是一个蒙神怜悯、蒙神恩惠的椅子。我们接下来看下面这一段经文，这个经文在马太福音11章28到29节，我们一起来念：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们当负起我的轭，向我学，因为我心地柔和谦卑，这样你们就将寻得灵魂的安息。我们要为自己来祷告，特别为着我们的罪，为着我们的软弱，为着我们的病痛，为着我们的信心不足来祷告。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许许多多的这样的挑战，许许多多的这样子的问题要面对，但是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一个我们的重担就交在主的面前，我们在他的里面可以得到安息，而且我们要负起我们的要向我们的主来学，我们的心里要柔和谦卑，在主里面，我们的灵魂得安息。我们来为自己祷告。是的，主啊，我们将自己交在你的手中，说完了，我们担重担的回到你这里来，是的，主，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你这里来，因为到你的里面可以得到安息。主啊，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是到你的里面，我们有真正的平安。主啊，求你将那真正的平安赏赐在我们所有弟兄姊妹当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更柔和、更谦卑，领受主你的教导，你的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活出神喜悦的这样的样子。主，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感谢是奉靠你的名来求，阿们。在下一个祷告，新年的祷告，求神调整我们的眼光跟生命，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起来念这2段的经文。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这2段经文都是非常棒的经文，特别在2022年，我们要求主指教我们，教导我们怎么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特别求主教导我们有智慧的心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日子过得非常快，2022年已经过了快10天了，但是我们的心有被改变吗？所以在这个51篇第10节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造清洁的心，是神很喜悦的。所以我们是不是要来改变自己，旧的自己要赶快丢掉，那个新的自己求神重新来建造。我们知道自己有哪里什么缺点，有自己不足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智慧的心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们一起为自己在新年当中求神调整我们的眼光生命来祷告。为
也赐福台湾这块土地，在面临疫情的这样新的疫情当中，政府百姓齐心来防疫，让这样的疫情、这样的危险赶快的离开我们。我们求主来赐福台湾这块土地，我们所居住的环境是神所赐福的，是神所悦纳的。愿神的赐福就在我们所踏的台湾的每块土地当中。感谢祷告是奉靠主你的名来求，阿们。所以我们来为着今天的聚会来祷告。第一个，我们来为着高传道今天的讲道祷告，求神来恩膏他的口，说他讲的每一句话都真的是来打动我们的心，也为着我们自己有虔诚敬虔的心礼拜来祷告。我们也为着团队来祷告，为着我们两堂主日学，现在我们有新的校长，很多老师投入，还有学生求主来帮助他们在当中的服侍或是孩子在当中的学习等能够谦卑来领受，还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
里敬拜你，我们热情的在敬拜，开手来敬拜。全能造物的主宰，我们满心感谢你，因着你的爱，我们来到你面前；更因着你的爱，我们渴慕你就在这里。因着你的爱，我们谦卑俯伏来敬拜，在这个地方献上自己。天父，我们谢谢你，你今天的荣耀将从天而降，让我们每一个人分享你的荣耀，也得着你的荣耀。主，谢谢你聚集我们再一次同心合意敬拜赞美。愿我们今天的聚会成为馨香的祭坛，我们自己摆上奉献给你，求你与我们同在，也再一次的将我们的敬拜纳入你的手上。我们更感谢你垂听我们每一个人在心中的赞美呼喊。主，谢谢你，我们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我们把时间交给诗慧。恭诵上帝的话。今天的圣经节是哥林多前书第12章
12节到26节，我们一起来恭诵。基督就像一个身体，有许多肢体，虽然身体有许多肢体，到底还是一个身体。同样，我们无论是犹太人或希腊人，做奴隶的或自由的，都从同一位圣灵受洗，成为一个身体，而共一个肢体，而是由许多肢体构成的。如果假说我不是神，所以不属于身体，他不能因此就不是身体的一部分。如果耳朵说我不是眼睛，所以不属于身体，他也不能因此就不是身体的一部分。如果全身的眼睛，怎么能听呢？如果全身的耳朵，怎么能享受呢？然而上帝按照自己的旨意，把那些不同的肢体都安置在人的身体上。如果全身体只有一个肢体，怎么能算是身体呢？其实肢体有许多，身体却只有一个。所以眼睛不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我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相反的，身体上那些似乎比较软弱的肢体，更是我们所不能缺少的。在我们的身体上，那些看来不太重要的部分，却是我们特别爱护的；那些不太好看的部分，尤其为我们所关注。那些比较美观的部分，就不需要特别加以装饰。上帝这样安置我们的身体的各部分，把更大的那些比较不美观的肢体，好使整个身体不至于分裂，各不同的肢体能相互关怀，所以也一同受苦。一个肢体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我们圣经读到这边，接着我们请慧兰小组献诗，他们今天的献诗曲子是《陪我走过春夏秋冬》。
接着讲到，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台南中会大专中心的高伯恩传道来为我们讲道和分享。他今天的题目是在基督里同作肢体。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来到富强教会，跟弟兄姐妹一同敬拜。首先要来感谢弟兄姐妹过去对台南大专中心的支持，让我们借着你们的关心代祷以及奉献，有足够的力气，在大专院校里面，在团契当中持续做信仰培力的事工，陪伴我们的大专生。在他们这个面对生命成长、进入独立自主的一个过程里面，再一次的在信仰里面扎根。感谢弟兄姐妹。等一下，在我讲到后，我会播一个影片，来更详细的介绍大专中心的事工。今天我们透过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的教导。我们要一起来思考的主题是在基督里同作肢体，在基督里同作肢体。在我们的生命经验里，都有过与别人合作的经验，有些合作的经验令我们感到非常的愉快，有些却让我们感到不是那么的舒服。在我读国小的时候，每一年的运动会都会有一场班级的拔河大赛。参加拔河比赛带给我最大的收获是，使我获得一个非常美好的合作的经验。拔河时，只要裁判的这个枪声一响，班上所有的同学就开始齐心协力的把所有的精神还有力气灌注在手中的那一条绳子里，努力的拉，大家都会在那边1、2、撒，1、2、撒，努力的拉。这个时候，没有人会去嫌弃谁力量太小，也没有人会在那个拔河的过程当中去想说班上那个谁谁谁人品很差，做人很机车，只会巴不得大家都挤出自己身上所有的力量，全力以赴的来打败对面的对手。在社会当中，我们应该也有许多跟别人合作的经验，但是这些合作的经验时常不像我自己在拔河比赛里面所体会到的那么单纯而美好。我们与别人合作所要达成的那一个目标，往往关系着我们彼此共同的利益。合作的时间也不可能像拔河比赛一样，仅仅只有1分钟，而是更长。在这一种合作的目标更大、合作的时间更长的合作关系里面，其实我们面临的更大的挑战。在这一种合作关系里，我们通常以一种思考来作为我们核心的关怀，就是我们彼此共同的利益。只要这个彼此的共同的利益作为我们的目标，这个目标达成了，那我们牺牲什么都没有关系。但是这样的合作关系却有可能让我们对生命失去一种机会，就是对关系有更深体悟的机会。有没有一种可能，有没有一种合作的关系，它可以超越追求共同利益的思考，来彼此合作？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保罗用一个比喻来教导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同作肢体的功课。在信仰群体里面，我们的信仰群体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因为它不会被共同的利益来驱使，
而是被共同的信仰来推动而聚集。当这样子的群体彼此聚集、彼此合作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不同的思考。当我们在合作的时候，往往为了顾全大局，我们会委屈自己，放弃自己的个性，还有我们的特质。但是在信仰的群体里面，我们在谈合作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用彼此成全作为我们合作的根基。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以这样的想法来服侍每一个他所接触到的人。所以在信仰群体里面的合作，也就是在基督里同作肢体的挑战，其实是不同的人要如何来彼此成全，使得让彼此的不相同的特质、彼此不相同的个性都来成为众人的利益，以彼此成全的思考来作为我们合作的根基。所带出来的是我们在合作的时候，到底要怎么面对我们的差异。透过这样子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更深的去体悟，原来生命有更多的丰富的可能性。所以在信仰群体，我们同工的挑战是这样，我再说一次，就是不同的人要如何来彼此成全，使得彼此不相同的特质、不同的恩赐都来成为众人的利益。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保罗用身体跟肢体来做比喻。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保罗说，假如身体中的一个肢体，无论是脚、手、耳朵、眼睛，想要高举自己来展现自己的重要性，他都不会因此来不属于这整个身体。他又说，假如全身都是眼睛，那听觉在哪里？假如全身是耳朵，那嗅觉在哪里？接着他说，现在上帝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一一安置在身体上。假如全都是一个肢体，那身体在哪里？但肢体虽多，身体还是一个。保罗用身体跟肢体的比喻，要来教导我们合一。这其实相当的容易，因为我们的身体正是这样的运作。我们身上的每一个器官，都有不一样的功能，都必须要发挥它的作用，致使我们的生命的系统才能够比较恰当的来维持。但是这样子的比喻，这样子的教导，如果放在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的群体运作起来，或许就开始产生许多的困难。在群体里面，我们都因着彼此的差异，可能会产生一些纠纷。之所以是这样，因为我们都来自不同的背景，受不同的教育，所以这么不同的人，却要向着同一个目标来努力，是非常的不简单。在哥林多教会里面，这一间教会是蛮有恩赐的教会，我们甚至要看到他们不仅仅因为自己的社会地位，不仅仅因为彼此的性别的不一样，甚至要看见他们因为彼此不同的属灵的恩赐，开始互相竞争，开始产生更多的比较，谁比较厉害。我们若从12章的最前面开始看起，我们就会发现保罗他首先要强调的是，属灵恩赐他并非靠自己的努力得来，而是圣灵照自己的意识给人。所以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借着圣灵来领受信心，有一些人领受医病的恩赐，有一些人借着圣灵来领受各样的神迹，领受做先知的恩赐，讲方言。虽然这些恩赐是这么的不同，不过他们却都是
源自于同一位圣灵的赏赐。圣灵借着在不同的人赐下恩赐来显明，保罗把这个重点再一次的点明出来，是为了要利益众人，使众人得到益处。但是现在在哥林多教会里，这些拥有许多恩赐的人却无法发挥恩赐的功效，因着他们中间许多的纷争，互相比较谁的恩赐比较厉害，使得这些恩赐因着许多的隔阂来没有办法发挥效果，而无法利益众人。所以他就借着这个比喻，再一次来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在基督里同作肢体应当要有的态度，同时也成为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彼此同工的时候作为最好的提醒。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借着保罗的教导归纳出3点在基督里同作肢体必须要把握的态度，并且保罗的目的非常的清楚，他借着这样的教导，就是要引导我们共同去追求那最大的恩赐，也就是爱的恩赐。在希腊罗马的这个世界里，人其实被分成了3种不同的阶级，也就是自由人、自由的奴隶，以及在最底层的这个奴隶。奴隶出生的时候不仅没有自由，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奴隶的名字通常由买他的主人来命名。奴隶若要获得自由，就得靠努力的替他的主人工作，以至于他可以赎回他自己。但是在他们获得自由之后，还是不能够改名。也就是说，他们曾经是奴隶的这个事实是很容易被发现的。当他们在社会上虽然脱离奴隶的身份了，可是别人靠着他的名字就可以辨认得出来，哦，这个人过去曾经是奴隶。哥林多教会聚会的场所是由一些比较富有的会友所提供的，但这并不表示在这间教会里面聚会的人全部都是自由人，全部都是富足的人，而是这3种阶级的人同时存在。在这种阶级分明并且非常容易区分彼此社会阶级的氛围里，保罗他的教导其实是具有颠覆性的。保罗他教导说，在基督的身体里，每一个肢体都同样重要。也就是说，他对着这一群被分类习惯了、分阶级习惯的信徒说，在教会当中，你们不应该学习像社会那样子来区分你们彼此，而是你们做自由人的，你们要下来2个阶级，你们要看这一些在社会上当奴隶的跟你一样重要。你当奴隶的，你也不要看不起你自己，你要把自己往上提升2个阶级，并且你要爱那一些身为自由人的弟兄姐妹，因为他们也同属基督的身体。在基督里，每一个肢体都一样重要。这对我们来说，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或许这个教导一点深刻的意义都没有，因为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人跟人最基本的道理就是互相尊重嘛。那保罗的教导还有没有什么意义呢？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再仔细的想一下，真的吗？我们真的不用特殊的眼镜来看每一个人吗？或许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也受我们社会的氛围影响，我们都戴着一片有色的眼镜去看我们教会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哦，这个人是在社会上担任什么样的职务？哦，这个人是在社会上担任什么样的职务？哦，所以他比较重要，然后他没有。
其实保罗的教导同样适用于我们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因为人都一样，我们都习惯分类，我们都习惯简单的来认识每一个人。在这样的驱使下，我们容易看重谁，而看清了哪一边的人。接着保罗的提醒，我们要意识到，无论弟兄姐妹在社会担任什么样的要职，在教会担任什么样的职分，都同连结于基督，都一样重要。在基督里，每一个肢体都一样重要。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看清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无论是老人、是小孩、是青少年，我们都不能够看清。接着，保罗给我们第二个教导是，要特别照顾弱小的肢体，因为他们是基督身体里更加不可缺少的。要特别照顾弱小的肢体，因为他们是基督身体里更加不可缺少的。保罗虽然强调在基督里每一个肢体都一样重要，但是他非常清楚哥林多教会的处境。这间教会里面就是那么现实，有一些会友他们的生活非常的好过，有一些会友不是，他们非常的需要帮助。所以保罗这样说，身上的肢体人有软弱的，更是不可缺少，因为上帝要调和这个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欠缺的肢体，免得身体不协调，总要肢体彼此照顾。保罗的教导非常的具体，也就是要求那一些比较有能力的，要特别照顾弱小的肢体。在我带大专团契的过程当中，过去有遇见一位行动比较不方便的学生，也参与在其中。他现在已经毕业去读研究所。不过当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起自己跟他相处的那一段日子。在我们还一起团契的那一段时间，我真的比别的辅导有更多的顾虑，因为我必须要考量到什么样子的活动他能够参与，要怎么样子设计我们的生活营。那时候我时常在想说，如果他没有在我们当中有多好，因为我们的聚会就能够加更多动态的活动，我们生活营就能够去爬山，就能够去需要走很多路才能到的那一种秘境。直到有一次，我跟他的相处才完全改变了我的看法。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付出了就是付出，却没有意识到我们付出的时候，或许得到的是更多的东西，更深刻的生命的体悟。那一次的相处是这样，我跟他一起去生活营，我们在海边玩水。因为他的行动不便，所以我必须要时刻的陪在他旁边，扶着他。我们一起站在海浪可以冲过来的地方，感受海水冲过来又退回去的这种感觉。这对他来说是非常不简单的，因为他从来没有这样的体验。在那一刹那，我突然有一个顿悟，我突然意识到，哇！我现在在跟一个行动不太方便的人一起在海边玩水，并且我们玩得非常的开心。这种体会使我认识到，原来人的生命有这么丰富的可能性。当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我们就不再被原本的不足来限制。无论是我那一片有色的眼睛，无法看见他对我生命的提醒，还是他行动的不便，我们都借着我们彼此的协助、彼此的协力来跨越这样子的不足。我事后感谢他，我跟他说：“谢谢你到团契来，让我能够看见生命更加丰富的可能性。”他也竟然也说：“谢谢团契。”
带他去原本他自己都到不了的这些地方，让他有这么多更丰富的体验。他的回复真的让我很感动，因为他真的明白我所体会到的那种借着彼此的帮助来彼此跨越的那种感受。弟兄姐妹，我们彼此同工的过程当中，或许很容易看见别人的缺乏，但是我们会忘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借着彼此的帮助，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更加完全的人。在今天的社会里，我们的氛围很强调要看每一个人是成功的人，所以我们更困难把自己心中的难处表明出来。这使得我们要具体的照顾弱小的肢体，遇到了一个更大的挑战。有时候表面看似非常坚强的弟兄姐妹，内心或者是他的生命确实遇到了许多的难处。所以借着保罗的提醒，我们要把我们的敏感度打开来，在基督团契里面的每一个人，眼睛所看的，身体所感受的，应该要扩张到你的弟兄姐妹里面去。借着这样子的彼此的关怀，让我们一同跟弟兄姐妹忧伤痛苦，借着相互扶持来站立，而以至于我们能够在基督的团契里真的活出这份爱。而这一点就要引导我们一起来思考保罗给我们的最后一个提醒，也就是肢体是一同受苦，一同快乐。保罗说，若一体受苦，百体就同受苦；一体受荣光，百体就同快乐。这应该是台语的翻译，对不起。保罗的意思其实非常的简单。我剪指甲的技术不太好，每次我剪完指甲之后，都会留下指甲跟这个手指头旁边边边的这个缝隙会有一个肉，会岔出来。每次我太太如果看到有那个岔出来的肉的时候，她都想要帮助我，就是把它撕掉。这非常的痛苦，对不对？非常的残忍，我都不想要让她看到我的指甲缝又剪得不好这样。有一次她又把我的这个指甲缝的肉撕掉，我就1个礼拜不舒服。保罗意思就是这样，我们的身体只要有一点点的不舒服，即便它是指甲缝的肉，我们全身都不舒服。在基督的肢体里，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要这样子去同理，去感受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痛苦以及他们的喜乐。其实我们比较容易与别人一同忧伤，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想要自己遇到困难的事，所以当别人遭遇苦难的时候，我们能够有能力来想象他的苦难如果也发生在我生命里所造成的那种威胁。但是与此相比，我们轻忽了一种能力，就是与别人一同快乐的能力。千万不要小看与别人一同快乐的能力，因为成功时常招来嫉妒。我们都想要成功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别人。所以当你的朋友真心的替你的成功感到开心的时候，你要感谢上帝，因为你这个朋友是真正的朋友，他愿意看见你的成功而感到快乐。我们也可以把它转过来思考，在我们的生命里，有没有一个朋友，他成功的时候，我会很开心，我会替他感到快乐。在保罗的提醒里，在基督的身体里，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真诚的为弟兄姐妹的成功一同来喜乐，也一同来向上主献上感恩。有句话是这样说，相爱容易相处难。相处之所以难，是因为相处正是
相爱的实践。在大专的团契里，我们所做的就是跟学生一起透过真实的团契生活来学习信仰，一起来克服生命的困境。真实的团契会迫使我们来去认识彼此的差异，也会迫使我们在看见彼此的差异的时候来与自己相遇，更要迫使我们去练习相爱。真实的团契它的成本很高，因为当每一个人看见别人的不好的时候，还必须做一个决定，就是决定用基督的爱继续来爱他。这样的情况不只是要发生在大专团契里面，要借着学生，要回归到学生的生命里，回归到学生他们与校园当中他们同侪的关系，他们的原生家庭，他们的母会，甚至未来出社会他们所面临的种种关系的连结。弟兄姐妹，大专的事工所做的或许不是立即马上能够看见效果，但是它的影响力却非常的深远。在我们每一次聚会结束时，我们都会邀请我们大专的同工的学生去把他们所认识的信仰给活出来。在这里我也想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一起将你所认识的信仰给活出来。或许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都曾因着别人在别人身上看见基督的爱，来认出哇，就是信仰，这就是信仰的意涵。这种经验会帮助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在教会的生活里更加的确认我们信仰的意义是什么，致使我们能够学习这份意义来彼此相爱。今天我们透过保罗的教导，在基督里每一个肢体都一样重要，要特别照顾弱小的肢体，因为他们是基督身体里更加不可缺少的。肢体是一同受苦一同快乐，这三种态度是要帮助我们更了解如何来彼此同工，也愿上主帮助我们不断来追求这个爱的恩赐，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克服同作肢体的挑战，在基督的爱里得到真的合一。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上主，我们感谢你的呼召，让我们能够有这个福分来成为你的儿女，更有这个恩典在教会里面来同作肢体，作为你的身体。主，我们知道肢体是肉所做的，当我们真实的团契、真实的同工、长时间的相处时，绝对会有摩擦。当我们互相磨合的时候，我们会产生许多的痛苦、苦楚，许多的不谅解与误会。主，求你来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你的眼光在我们的里面，使得我们能够借着彼此的培力、彼此的互助，来跨越这一种同工的困难。求你引导我们的脚步，让我们真的在你的里面一同来见证你的爱，因为我们知道，单单我们自己来见证你的爱，还不足以显出你所有的荣光，而是我们所有的人，我们所有基督的肢体，一同舞动那漂亮的舞步时，能够让别人看见，哇，这就是基督徒美好的见证，这就是这个信仰不一样、特别所展现出来的美丽。愿你来引导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你的里面都得真合一。祷告是奉主的名，阿们。接下来我要邀请弟兄姐妹好，先来看这个。成立于1956年，至今已有60多年的历史。一直以来，透过团契聚会及多元活动，帮助在台南求学的大专学生探索自己与信仰的连结。我认为大专的宣教有一个真重要的方向，就是关心对外地来读册学生哦。我是一个台北人，来到台南到城大读册，我真欢喜会当应聘伫大专中心这个学校的团契。
伫即个伫一个气氛的所在，会当有一个信用团体，会当彼此的造就甲带导，我想这互到外地读册的青年，真温暖的感觉。大专中心目前服务11个学校团契200多个学生，并投入多位辅导陪伴学生，透过查考圣经、议题专讲、影片欣赏等等，使学生在探究新知的同时，也学习与团契伙伴彼此相爱，一起在团契中成长。新的诫命提到说要爱神，也要爱人如己。那爱人如己其实是一个蛮难的事情。就像是我在宿舍部的时候，有时候一些打扫的事情，为什么其他人他们不一起帮忙？但是我也会去想说，如果是耶稣的话，他会怎么做？他会让那些垃圾留在那边吗？那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还是要顺服。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会想到说，或许有些人他们也做了很多我没有想到的事情，那他们可能也默默的去做。那其实这就是爱人如己，也是彼此成全、彼此学习。大专中心除了在团契聚会造就学生外，也鼓励学生投入事工，借由举办议题工作坊、寒暑期营会、圣诞礼拜、毕业礼拜、读书会、生活营等等，丰富自己的眼界，也见证耶稣的福音，并将其所学带入自身的家庭、学校及教会当中。年的寒假拄结束的道理，伫咧即个短短几工，我真正重新得到快乐。因为牧师透过着故事册，阁有圣经来引导我思考啥物是疼甲和解。同时，我甲家己讲，我想要对家己诚实，阁有对阮做人诚实。但是这毋是用做歹的态度去表达家己内心的想法，伊是透过着内心，阁有温柔的表达，来讲出家己真实的感觉。感谢所有支持大专宣教的伙伴，长期的带导与奉献。台南大专去年度已完成宿舍空间及礼拜堂的修缮工作，今年度也邀请各位会友继续支持大专的事工，用手机扫描奉献袋或是特刊上的 QR code， 特别希望以每月定期定额的小额信用卡奉献，为着一位大专学生4年培育长期来奉献，使大专青年得着生命的改变。谢谢大专中心高传道早上带领我们敬拜，分享神的爱，求圣灵感动我们，在大专中心的事工，我们献上更多的代祷关怀以及奉献。我们一起透过合而为一这一首诗歌来回应神的爱，我们一起来唱。世间许温柔人们，用爱心洒宽容，宽恕皆许温柔人们，用我的罪联络。竭力不朽生灵所赐，而为一的心。竭力保守生灵所赐，而为一的。再一次好。凡世间许温柔人们，用爱心上宽容。世间许温柔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公祷，为了几件事情，我们一起祷告。第一件事情，为了我们新的年，今天能够在神的面前敬拜，献上感谢，也为着新的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命更成长坚固。求神来祝福我们每一个人，也为着富强教会这个属灵大家庭，在新的年所推动的一切事工，所有的长子核心同工来代祷。第三，我们为了全球的疫情、台湾的平安，求圣灵感动我们在这个部分的代祷。我们为着这个瘟疫快快的过去，神的祝福快快的临到，来特别祷告。也为了大专中心在往后能够在事工上更多的推动，来抢救更多的年轻人的灵魂，神的话进入这9间的校园事工11个团契，所有的同工以及学生的身上，让台南中会的大专中心真的是造就更多的这一些年轻人，不管他们在财务上，或是在他们的硬体设备，求神开路也预备。我们这个时候，请我们一起为这些事情来祷告。天上的父神，谢谢你，因着你美好的创造，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够在这新的一年当中来享受你丰富的赐福。特别在今天早上，我们以渴慕的心在神你的面前敬拜，愿这个敬拜得到神你大大的赐福，也帮助让我们看见我们周遭，我们小组团契没来到你面前的，有许多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关心，我们也在神你的恩典里面继续的来互相鼓励，能够真正的来得着神你我们预备的新的年的福分。我们这个时候特别为了富强教会所有的长子同工以及牧者团队弟兄姐妹们，在新的年当中，让我们共同为着意向神你给我们的使命命定，我们同心合一的在这个地方一起来服侍，让我们在神你面前，我们彼此接纳，彼此成全。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成为富强教会的这个属灵大家庭的一份子。这个时候，我们恭敬的将全球的疫情、台湾的平安，天父上帝，只有你的圣手能够止息这个瘟疫，只有你的医治临到被感染者的身上，也只有神你的旨意，让这个瘟疫快快的离开你所创造这个地，你所疼爱的百姓的身上。主，我们恳求你将你的平安赐在台湾这块土地，你永不变的慈爱失落在我们台湾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要谢谢你，透过今天高传道的分享，我们更应该在基督里成为一体，我们每一个肢体都能够按照神你赐给我们的恩赐，在你的圣国里面一起服侍，在生活里面见证神你的爱，而且也在我们生命当中愿意为着你的爱来传扬福音。我们恳求你的灵赐福在高传道以及所有的同工身上，他们在9个院校11个团契当中所做的是让你的话语大能临到这些青年人的心中，让他们在学校里面，在团契里面有神你的话语成为他们的力量，
帮助他们，让他们在人生道路上能够因着认识主，生命有很大的改变。主，我们更谢谢你，也因着你的拣选，我们能够在这个服事的岗位来荣耀你。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不管我们在富强教会担任何种的服事，这都是神你给我们的，我们要珍惜，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谢。尤其在最近疫情又开始在爆发的时候，主啊，我们还能够有实体的聚会，求你也帮助我们珍惜这样的聚会。我们生怕就像去年5月一样，我们被禁止了，我们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团契，这样子的在神你面前共同敬拜的时间。主，求你保守，也求你垂听，也求你祝福，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工作、财务、他们的健康，同样都享受到神大大的赐福。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告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奉献。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一生爱你》。请坐。接着我来报告。报告之前，我们先看周报的后面的本页金句，还有我们荧幕都有啊。我们念2次。本页金句的是马太福音第28章18节到19节。好，开始。耶稣进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给我的，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子圣名给他们施洗。”马太福音28章第18节、19节。再一次，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给我的。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马太福音28章18到19节。谢谢。
我们周报的第2页相关的服事同工，请留意，有服事的，请做准备。还有我们第3页的资料，出席聚会的信息，请大家自己浏览。第4页我们肢体交通，我们感谢台南中会大专中心高伯恩传道来为我们正道请安，还有介绍他们中心的一些情况，我们一起为他们祷告和奉献。第2点，小会预计在1月16号第2堂结束后，下午1点半在2楼会议室召开小会，请各位小会员留意时间和准时参加。第3点，财务组的报告，我们年度已经做一个段落，所以都需要在会计上的簿册，请相关会计人员还有单位主管，敦促我们做好这些资料，以及我们有一些推动的分项奉献，例如感恩节期奉献、宣教事工与门徒培训的专账，还有生日的奉献，我们也一起来，为这些奉献来付出。还有我们第5点，我们2月20号要举行定期和会，所以也是要准备一些结算还有预算的资料，请各单位做好资料的齐全，提供给为师干事来汇整，不管是纸本或是电子档，都做准备。还有我们爱心午餐，这一桌还有下一桌都有摸彩券的赠送，预计在1月23号公开抽奖，奖品丰富，请大家来支持。第8点，我们教会开始收集二手的衣服还有用品，如果有不用的，请把它做好清洁后，然后1月30号以前送到教会的地下室。还有第9点，我们有喜信，西道长老邱玉杰他们的公主他们要娶媳妇哈。还有第2点，曾优成以前在教会的神学生，他也有喜事，我们都一起祝他们，还以及密人小组的林胜博以及黄希清姐妹，他们也在1月16号登记结婚，我们为他们组成的家庭来祝福和祷告。以上简单报告，请牧师补充，谢谢。大家平安。首先来介绍好我们的英贤阿哥，带了他的朋友亲戚李教授，成大的李教授，我们欢迎他我们欢迎他。好，谢谢。还有谢谢，请坐。另外我们也要欢迎我们的书法班的谢老师，他刚刚在楼下有很美好的一个服饰为我们写了很多春联，谢老师那请坐。那我们在礼拜6的下午4点到5点半，我们3楼还继续我们这个书法班，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继续的来参加那牧师补充一下我们农历的春节快到了，我们有预备那个春联，教会预备春联，如果你需要的话，就可以在1楼的地方可以拿取。另外，我们的那个月历剩下不多
你的家庭需要第二份，也可以自由去拿完了为止哈，拿完为止哈，请大家就不要客气。还有就是我们那个二手衣服或是货品可以用的，我们要捐送给那个原住民教会、建山教会，所以请我们大家在这些东西里面稍微分裂一下，衣服用品，不要把用品跟衣服都集中一个箱子，把它分开，稍微整理一下。谢谢大家的合作。那我们再一次用掌声来谢谢高传道今天在我们当中，这样好，谢谢，请坐。非常美好的分享，愿我们透过他的分享，我们不管在哪一个事工上面，我们从长辈到主学学生，我们都是一起合一的，在神里面一起以爱来建造，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健壮，让我们的信心越来越坚定，也让我们富强教会越来越丰盛。最后，牧师要请大家来看我们周报，好，周报的最前面就是我们今年，也是我们迈向的意向跟使命。愿我们个人，愿我们的家庭，愿你的工作，好，愿我们富强教会所有的一切，就在这个2022年的年度主题当中，我们来读一次好吗？预备，来，丰盛生命活见证，委身基督传福音。谢谢大家，在这个年度的主题当中，神赐给我们恩典，祝福我们大家。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颂荣，请起立。我们结束后，请牧师为我们祝祷。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重你的名，我要一起来领受从神而来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保守、眷顾、引导，都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现在开始，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请坐，我们默祷，结束今天的聚会。耶稣爱我们大家，上帝赐福我们。愿我们今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弟兄姐妹有一点点的分享联谊，或是到3楼用餐。我们的爱心午餐还有2个礼拜的一个活动，抽奖的活动哈，所以我们可以到3楼来用餐。感谢神，祝福大家平安。